秀这边是法国的碰饼，哎呦，来，咱看一下哦。哇，伊个就是糖嘛，去做的碰碰安尼。啊，咱台湾是不是真流行的？对，嘛是碰饼啊，伫台南嘛是用用糖做的。那阿雄我这边的讲法做马卡龙。马卡龙，你是喜欢哦？嘿啊，譬如讲方向盘，台语叫啥？韩多路，伊就是伫翻啊很多，我字语翻过来嘛。所以马卡龙伊的法文本来嘛是马卡龙，啊，咱即马台语叫做马卡龙。阮选这个马卡龙，马卡龙，因为应该是直翻的啦。你讲法国碰饼，一般的人是听无的。哦。哎，正确像迄汉堡，美国挂包，对，就是讲美国挂包，无人知这是汉堡。哦，对，因为吼这个都是外国转来的物件嘛，咱若是讲要买互咱时大食，讲阿嬷，我买这个马卡龙互你，那是马卡龙啊！就是说吃起来敢若法国的碰饼啦。嘛是爱改工清楚一下。哎呀，你就清楚啊。马卡龙用咱这个音直接去翻啦吼，所以是较直接吼。这个法国碰饼，因为这个马卡龙是迄个法国的甜路嘛，爱做的过程咱会安那。有甲烘过，爱热啊碰碰，其实含咱台南的碰饼甲差真济啦。是，台南碰饼还加做碰的有无？对啊。好，所以咱做出来结果，这马卡龙有55.4%的人选。